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徐英银。是毋是开始来关心天气消息？今日这个明仔载，因为冷空气影响，加上锋面通过，天气湿兼冷，高山的所在有机会落雪。中央气象局讲，北台湾为昨暝开始，天气明显变较湿冷，下半山伫昨暝就开始落米雪，累积有5公分高。提醒大家，若想要上山收雪，也有机会，要过车的装备爱超一全。头前路已经予米雪砍掉了，这是南投下分山高山路段第14号架线29公里到37公里的所在，这米雪达到5公分高，经过时赛车爱特别注意，提醒上山的乡亲爱注意，因为这2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强度有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气温会到13度，高山有机会落雪。那在今天清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像在合欢山因为水汽跟温度有配合所以也有一些结冰或是飘雪的一个现象天气明显转为湿冷，玉山下番山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真有可能会落雪。较早白雪将山砍掉的美景，真紧就会出现啊！气象局针对基隆市、新北市北海岸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明仔载日时开始，冷空气会小可减弱，气温会回升。不过好天干那一天尔，后日下半天开始，锋面通过北部的海面，东北季风又会增强，北台湾又会开始转凉冷。这个礼拜日，北台湾沿海气温有可能会到10度左右，提醒乡亲要注意气温的变化。